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睇呢間位於人工泳灘附近嘅村屋，700尺全新靚裝，3房2廳，背靠八仙嶺，前望吐露港開揚景。進入屋企，首先映入眼簾嘅係客飯廳分明嘅空間。客廳可以擺放咗簡約溫馨嘅梳化、電視櫃同茶几，空間夠闊落，一家人喺度傾偈睇電視都好舒服。客房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擺得落雙人床。仲有個大衣櫃。呢間房窗口向南，夠晒開揚通風，日光透入嚟，成間屋都精神爽利，住得人都醒神啲。浴室做到乾濕分離，沖涼嘅地方獨立開，而且裝咗即熱式熱水爐，熱水即開即有，好方便。成個空間可以保持乾，打理起上嚟就輕鬆好多。呢個房第時真係好靈活喎，細路仔細個嗰陣可以擺晒啲玩具入去，做個專屬嘅遊戲室，等佢哋有個自己嘅小天地。大個啲或者屋企人想用嘅時候，加返張書台，擺部電腦，即刻就變身做書房或者電腦房，一啲都唔嘥位。間房咁樣設計，真係點用都得，好實用嘅。咁廚設計唔怕油煙，設有洗手盆、煮食爐同抽油煙機，齊全設備，煮飯輕鬆冇難度。呢度係一個好靈活嘅空間，總共有3間客房，無論你係小家庭定係多人家庭，都一定行到最啱嘅配搭。即刻同大家一齊睇下。